祝咱生日快乐，啥物物件啦？祝咱生日快乐。噔噔噔！啊？你咪继续唱落去。你是遮毋对，无你唱一句。祝咱生日快乐！你唱遐悬要创啊？祝咱生日快乐！这应该是无版权啊吼，咱嘛无超过15秒啊！哦，真正是想袂到，咱的 Podcast 已经一档啊啦，一岁啊啦，够感动听众朋友啊，咱的 Podcast 一岁啊啦。嘿啊，若是对囡仔来讲，等于是大济啊呢。大济啊！若讲到囡仔的大济，你敢知影讲一般会有啥物款的活动？我知。啥？你讲？叫做刺州的活动。刺州，刺州，嘿，嘿。你毋知哦？毋是，做汉你听人讲刺州哦，因为一般就讲华语啦，抓周。哦，啊，你甲听众朋友解说一下，讲啥物物件是咧刺州啊？刺州是要创啥？哦，刺州就是会啥？伫台仔内底啊，放足侪种的物件，啊，互囡仔去掠呢。是哦，所以逐个人拢爱掠。无一定啊，看迄爸爸妈妈有替囡仔举办无？啊，你细汉时阵掠着啥？迄当阵我佫遐尔细汉，哪有可能有印象啦？反正阮兜佫无办咧。哦，听讲即摆囡仔做大济啊，要准备的物件，甲以早是完全无共款哦。是啊，我甲你讲，我去网络顶找资料讲啥物会准备鸡腿啦、麦克啦、翕相机啦、提款卡啦等等哦。哦，安尼我感觉我细汉时阵一定是掠着鸡腿啦，若无我即摆哪会遮尔爱食鸡腿？鸡腿。啊，你敢知影鸡腿代表啥物意思？真高价的意思，嘛有影啦。毋过吼，嘛是咧讲人真有福气啊，一世人食清无烦恼的意思。什物摕着鸡腿就会当食清免烦恼？这个人嘛做好满足的呢，干那一支鸡腿尔就会使满足哦。这是一种代表的意思，好无？哦，好啦，原来是安尼啊。嘿啊，虽然讲咱无咧做大济，啊，毋过伫遮嘛是爱真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甲收听哦。无毋对啦，所以咱今仔日是特别活动哦。特别活动啦。今仔日咱特别活动，有啥物特别活动？无，你是听做啥？啥物特别活动？特别活动，你当作是替你办活动啊，我是活活动，好无？安尼，咱今仔日有啥物配信的内容是真特别，你紧的对无？嘿，真特别。你即摆做想要开场的吼？咱紧来开场，甲网友讲的话来甲写，不是啦，来甲念出来。哎呀，即个大济伫咧黑白录音，你咧讲好啦？好啦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台语台开的 Podcast 节目，来听黑白边。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了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，也个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，耶！听讲咱最近吼，甲迄 Podcast 放去你的 YouTube 顶管，然后收到一寡网友的留话哦。嘿啊，是写啥物咧？所以咱今仔要先念 YouTube 的留话是无？无毋对。好，安尼咱先来念。哦，来，我看一下哈。这几工进前，这7498 wash， 签名牌。伊讲今仔日听到有声音的批信内底分享甲报送正人阿嬷的故事哦，这是咱旧年迄集啦，旧年咱的第一集啦，正人阿嬷的故事，煞互我想着。我这字伤细哦，连甲到应较大字了。想起离厝千万里远，故乡91岁老母亲，因为疫情必须隔离，互我袂使倒转去，煞来流思念的目屎。真好的节目，和故乡母亲的好声音，努力。哎呦，这第一条，这第一条咧，哎呦，即摆母亲节佫要到啊，可能佫有一寡听众朋友，对，你若是疫情的关系，无法度倒转去，但是无要紧啦，大家是真正是健康上重要啦，因为啦，敲一个电话啊，对，手机啊摕起来，时信啊，对，其实嘛是共款意思，因为你即满若是讲勉强家己，也是讲大家出去食饭，去庆祝，那真正讲万不一啦，真正讲就是去用画着啊，是安怎？其实
真正拢袂好啦。嘿啦，增加迄风险。对啊，所以讲就是像咱录音的即个时阵，已经逐工拢已经超过万例啊。希望讲就是听众朋友拢爱平平安安吼。若真正去用隔离的，无要紧啦，写批来好不好？一直写批来，7天拢写批来，啊，我7天拢甲你念出来，好不好？我过来第二个，互你念。好，第二个哦，是姓苦的听众朋友，伊真认真哦。伊讲这是个人的学习记录是啥？记录啊！你即个记录学习记录啦。伊就是讲伫个2分19秒的所在，19秒的所在。是你今日是安怎？你今日是安怎？你是安怎？肚脐伤欢喜，还是你喙内底有鸡腿？惊配出来啊！深坑，佮念一遍，配出来，佮念一遍。万底深坑，创啥？佮念一遍，你的网友的个人学习的记录，你甲伊念好清楚。好，万底深坑。听众朋友，你一定感觉足奇怪，先啊，我白边会念甲遮尔安尼，遮准、遮标准安尼，等下后壁恁就知影吼。好，过来是张旭，5月肉粽节啦。哦，我知，即条是咱问大家讲5日节的时阵，大家拢叫做啥物安尼？无毋对。好，后一条就是这7数900，7数900，你报名牌报较好了，好无？7数900，我去。无毋对，伊甲咱学了，伊讲咱是台语文诚好的节目。哦，我看拢是共款的网友伫留话呢。无啦，后壁佫有啊。哦，是哦，我叫是你派来的。无。哦，过来这是一个姓张的网友。哦，伊讲无一定听着，听着就结束。请问2位主持人是啥物人？台语敖讲哦，赞！哇，多谢。大家好，我是乌边。大家好，我是白边。网友会想讲，恁两个有会那无会？阮就是乌白边啦。嘿啦，你就当做讲，阮两个是乌白边出来的人就好啊啦，好无？好，过来。后一条，或者我袂晓念。一个姓 A 的网友，A 开头的网友。嘿，无毋对。这是伫个迄咱邀请邓美芬老师来的时阵的留话，伊讲就是讲迄面包客栈的即条歌的片尾曲真好听，啊，歌戏好看，就质感，你的 M 质感。你拄则会讲加调，你是毋讲叫啊？加调。哦。我甲你看你 NG 啊，然后甲你逼掉。质感，就质感的啊。美芬老师是女神。哦，共一篇嘛，另外一个姓张的网友，哦，这个姓张的网友留足侪话哦。伊讲歌戏天王，董美芬老师，董美芬有够赞。面包客栈会片尾要安怎唱哈？什么？噔，来去匆匆哟。莫想过去，是毋是安尼？听众朋友，你若想要知影即条歌安怎唱吼，你去听阮董美芬老师迄集吼。嘿，过来，又搁是一个姓张的网友。哇！刷拢是刷落来拢是写的，一直无共片内底写。伊讲即时才发现即个有一个节目做无彩的，已经无啊。请问主持人是啥？是啊，阮即个节目阁有啦。拄好倒者。你怎啊？你笑甲无法度录音啊？你有甲喊吗？你怎啊？较正经的好无？听众朋友有一个人起笑，伊即摆一直笑。这无阁有啦，一定要甲阮支持吼。对，啊，伊下骹佮讲听讲即个啥是听讲即个节目？应该是听到即个节目。听到啦，嘿啦，听到即个节目，感觉台语有救啊！哇，有救啊！但是阮两个已经无救啊！我袂讲。好，过来，我你聊。讲一个。对，伊讲听到黑白边的少年人，你还你搁要叫迄个网友写批来啊？你搁要网友写批来啊？听到黑白边的少年人讲遮尔认真的台语，感觉台语有前途。过来。讲一个黑白边有够赞，过来。听到真难得会当听到少年人讲遮尔认真的台语，感觉台语抑佫有救，黑白
又个有叫黑白边赞，写念啥？你敢想啊？咱这就是一周年度节，啊，你直接小乱我惊伊个喙齿无啥条诶。哦，过来是YouTube 的留的，就是安尼。过来就是伫咧留伫咧啥物所在？留伫咧咱的 Apple Podcast 的评价，就是听众朋友，你若是用 Apple Podcast 听，就是下骹会当试讲1粒星、2粒星、3粒星，噔噔噔5等奖，无啦，等下叫各位避掉啊，各位避掉啊，就是会当就是写你的支持度啊是啥物啊？若是有讲有啥物指教，啥物你嘛会使写伫面顶甲阮讲，阮拢会看。啊，这是一个合作完全热爱iPhone 一切，我无爱共拍广告哦。迄个第一名已经无需要阮甲拍广告啊。伊写讲5星支持，5星的赞支持，因为无意中看到无输坐巴士是完全台语的节目，啊，着甲因囡仔看咧着调咧啊。想袂到，佫会当互家己会当安尼轻松接触台语，嘛会当听到公司的 Podcast。日常生活用语用台语讲出来，目前嘛听有超过8成，互伊足欢喜的哦，真多谢恁。感谢，这是伊多谢咱。请继续加油，互阮佫较侪访问。好啦，一定会，一定会。好啦，我佫拼一个人。哦，偏价，我就是讲无人写呢。嘛是有啦，咱拢一档安尼。好，过来换你。过来是伊讲想要。你个念出来啊！要求啥物？你个念出来啊！你念一下啊！敲碗题目。台语来讲，就是伊有一寡要求，敢是要需求。哦，嘿对，建议啦，建议。嘿啦，就是想要听啥物款的题目。伊讲2位主持人好，真欢喜恁的真介意恁的节目。你即摆喙嗨去，目睭嘛嗨去。就是一个伫咧讲一寡即卖的议题，啊，佮有台语的传承。伊讲咱做趣味的啊，趣味敢有？有啊，风趣。你讲呢 ？Are you OK？ 我可能台文看伤久啊。哦，真趣味啊，佮有会当传承台语啊，对想要甲台语找倒转来的人，真鼓励。请问即个节目敢会当针对讲咱最近的新台语流行剧做一寡题目，参像婚姻结业期、结。你讲哪来？婚姻结业式，好无？结业期，咱小出来去，咱来去。等即个网友等下互咱一粒星，我甲你讲哦。歹势。婚姻结业式，婚姻结。甲他结，你做啥？婚姻结业式，搿一个，哦，就歹念诶。搿一个，婚姻哦，姻，哦 ，in，姻，婚姻结业式，对，无法度。过来继续念。婚姻结业式，对，有婚姻诶议题，嘛有台语诶议题，有时阵即个听众会感觉讲，应该爱有搁较有开口诶台词，毋过一时想无，希望两位主持人应该会当，应该有才调啊，期待。伊诶意思敢是讲，伊伫这戏内底看到讲有一寡伊感觉会当搁较在地，还是讲搁较口语化诶代志？嘿啦，应该是安尼。是戏内底还是讲咱两个？讲互清楚哦。阮两个应该是伊看戏啦，因为迄台词有一寡可能就是较华，华语直翻安尼。好啦。但是即个婚姻的议题我看我是无法度啦。我嘛无法度，因为我才18岁尔，我也无谈过恋爱啊。你卖骗我！要紧啊，咱另工邀请迄。就是婚姻的专家，邀请婚姻的专家来，就是来讲看即个议题。但是若是要讨论，我是咧讲啥？若是要讨论台剧是会使啦，因为阮搁想看卖好无？搁互阮一点仔时间，互我想一个啦吼。搁来要想，这我家己念敢袂足奇怪哈？即个互你念嘛？即个互你念。倒一个？正面一个。正面一个。
伊个伊互咱的笑声，伊互做吹的丸啊，吹的丸啊，丸啊讲伊感觉伊就是伊飘茶你爱写也念出来啊，魔性魔性笑声中毒，对，就是讲伊甲伊两位主持人真魔性的笑声，佮有乌边讲台语的口音啊，每一礼拜拢足期待新的一集。南部的口音，你看南部，阮中华，迄毋是台北以外拢是南部。你看乌白讲哦，我袂讲，佮要去用投诉啊！敢有魔性的笑声，我敢有魔性，你是魔鬼，魔会如魔还是你是天使？哦，天使 ，OK， 天使，哦，天使。好，过来，这个名足长诶，会收藏吉利进，这是别个节目，我歹念，这个甲毙掉，会卖奖。伊讲真优质的频道，因为想要学台语，所以点厝的时阵拢会甲老爸老母做伙看公司台语台新闻、戏剧等等。最近搬出来外口大无电视通看，甲你共款诶，无电视。我有电视。哦，你有电视哦？我这是无电视迄个。啊，伊讲伊凊彩找迄台语的 podcast， 拄好咱听着咱即个频道，听第一集就感觉咱两个甲咱乌白白讲话足趣味的，台语嘛讲啊足清楚的。多谢恁用心制作的节目，我真介意。哇！加载过来，无写批来甲咱骂。好，过来是一个网友写批来，随便讲伊讲的是，我这是我嘛是感觉这是精批啦吼，会使念啦吼。我袂讲，这会使念无？这会使念无？这会使念无？我感觉时间够长啊啦。你歹势吼。好啦，加减念一个啦。听众朋友因讲吼。这互 Podcast 的白边，多谢恁轻松快乐的主持甲古水的笑声。伊讲咱古水呢，你看咱无魔性啊，抑佫有做者精彩的访问。啊，毋过讲话时，录音的歌甲合喙音的么会无去。歹势。拄则就，所有人拄则开始就开始迄个有无？迄个万底深坑，迄个深有无？深的么，阮就会甲伊找倒转来。一定会。但是我感觉你看伊头前安尼讲哦，伊后尾是写讲，害我心肝头敢若有一角啥物嘛落无去，嘛才会有机会当找倒转来。多谢恁，互阮心情轻松的陪伴努力。我也是感觉，听众朋友，我听我嘛是感觉，即个老话是伫表达伊对白边的感情。恁感觉是毋是即个意思？你莫黑白讲好无？我安怎听拢感觉讲，就是迄加做讲吼，要来甲你讲啥，啊讲了就讲，其实我心内拢是你安尼。伊可能是期待讲会安怎念，啊毋过无说伊念着去，所以伊就落一角安尼，我是安尼感觉啦。啊，伊落起来迄个，你会甲伊扣转来？以后拢会扣转来。请问你要扣的是迄个么，还是伊的心？我会请选点，请选点，啊，你不爱扣伊的心哦？伊的心嘛无安怎，伊的心落去啊，心搁伫啊啦。哦，好啦，过来，咱要来一个 special 的哦。你足细呢，你敢会使较自然呢？无，我听着special我欢喜啊。就是你敢知影讲，咱顶个月的时阵，就是立冬节啊，咱有办一个非常了不起，大家来挑战，就是智慧之神甲秘密队长的活动。啊，阮看伊影片了，阮感觉讲，哦，这小朋友讲台语真正是足趣味的，听着足心实的。古水。对，啊，但是吼，迄影片无公开啦，所以无法度互恁看。结果尾啊，我甲白边就想讲，哇，咱这1周年度节，来互恁听一个轻松的，互恁甲阮做伙听看，就是即种哦，做伙来听小朋友讲台语。好，大了。听众朋友想讲，恁这是毋是想要骗同学？好，咱先来听第一条。非常了不起，欢喜学台语，我是台北囡仔，我要挑战秘密队长。我上介意过年，因为过年的时阵，我会收着足侪红包，阁会使出去外口的店放炮啊，我感觉足趣味甲满足的。哇，台北囡仔，台北囡仔会使放炮啊？会啊，有一寡所在会使放炮啊，毋是讲啥物，就是岸边啊，是啥物放炮拢有限制。可能。就是有一寡所在会当放炮啊啦。哦，我看这囡仔拢足介意
就是过年哦。咱袂记甲听众朋友讲咱的规则，规则就是讲吼，智慧之神，迄就是伊有一个就是迄叫啥物绕口令，搬喙饮哦，搬喙饮啦，搬喙饮，有一个搬喙饮，互大家念。阮感觉就是米米队长一个较趣味，因为小朋友家己会做久。我来摇，我感觉大家拢足介意过年，一定的因为我嘛上介意过年。有红包摕，对啊，有红包通摕呢，偌赞呢！咱即马无红包啊，而且即个囡仔讲话足紧的呢，伊可能甲我共款紧张啦，伊紧张了。咱遮无红包，咱遮过年的烦恼啊，因为着爱分红包。真的哦，迄真的是哦，钱包爱破一空，心痛心痛。好，咱过来听第2条。非常了不起，欢喜学台语，我是台湾囡仔，我要挑一个美美队长。我上介意我生日即天，因为会当食到足好食的鸡卵糕，阁会收到礼物，我感觉足欢喜哇哇！小朋友，你敢知影？今日嘛是阮乌白边的生日，无啦，是来听乌白边的生日啦，毋是乌白边的生日。阮乌白边的啦。囡仔真诶是做介意过生日的吼，真诶。所以你细汉生日的时阵，恁敢有食鸡卵糕？一定有啊！那遐好，我细汉的时阵无呢。无食啥低卡米线？无啊，阮细汉就无咧过生日啊，因为细汉的时阵就是拢看亲情朋友。袂讲啊，等下网友佮寄做一鸡卵糕来互我。你想济啊？无啦，就是阮细汉较无咧过生日啦，大汉了后，我生日咯无一定爱礼物，但是我一定爱本来这都爱有鸡卵糕吼。嘿啊，就是爱有迄个形式，迄是一个仪式感。就爱有分蜡烛，无你用赖打我分一个嘛好啦。爱下愿啊，人生就是爱下愿啊，下愿才有希望，有希望你才会有迄叫啥物？有希望，好啦，好活咧，好啦，咱继续听后一条。非常了不起，欢喜学台语。我是清水囡仔，我要挑战美美队长。我上介意5日节，因为伫迄天会当食到阮阿嬷包的肉粽，阁会当看到7克的白龙船比赛，互我感觉足欢喜的。我看这个小朋友甲你同款紧张啊！7克的，7克白龙船比赛。哦，伊这拄好讲的5日节，就是咱迄当阵有无？就是咱5月份的时阵。咱是5月份的主题是5日节还是6月份啊？我嘛袂记哩啊。我嘛做怀念阿嬷包的肉粽。阿嬷即马有岁啊，就是较无伫包肉粽。虽然讲阮阿嬷毋是阮阿嬷，虽然讲阮老母有传承啦，但是你嘛知，你别讲阿嬷的迄个味就是无共款。无共款啊！阿嬷的味啊，迄就是阿嬷的味啊！阿嬷的手包的。阿嬷炒的料拢无共款，有一个阿嬷味，这咱听起来怪怪。哦，咱继续听后一条。非常了不起，欢喜学台语。我是高雄囡仔，我要挑战美美队长。我上介意过中元节，因为伫中元节迄天，厝边头尾做伙普渡拜拜，准备大鱼大肉，要来祭拜好兄弟，互我感觉咱的传统文化真趣味。哇！甲我共款呢，我嘛就爱普渡诶。你走警察啊？对无？系啊。咱住伫外口诶，我感觉天下父母心拢是共款诶。逐摆普渡的时阵啊，阮老母就会敲电话讲：你要食啥物饼，还是要食啥物泡面对啊？你敢有？恁老母敢有？无呢。无？你拢买啥？啊，都因买拢你爱食诶。糖仔饼啊。糖仔饼。无啦，我较无经食啦，都是有啥物就食啥物。嘿，对，听众朋友白白真正是无经食，迄便当见啊，变啊，见啥？变啊！迄便当拍开，我拢会讲，白白，你碗捧过来，我甲你加菜。一工假我拢甲迄便当的菜摕互伊食。系啊，你较无经食，所以恁老爸老母买啥你拢好哦。系啊。安尼无啊，即马其实因为厝内有囡仔啊，所以就是主要是买一寡囡仔人爱食的啦。是哦，我就加减食安尼啊。好啦，迄个乌白妈妈失礼啦吼。恁囝就是经食佮歹摇饲啦吼，你特别买啥我拢讲无爱，所以阮老母就足巧，伊拢会敲电话讲，你要买啥，甲你讲啊。先甲你问啦。对啊，伊会叫阮小弟敲电话互我问，看讲我要买啥，想要食啥。若是转去的时阵，因就会老讲即份是要互啥，即份是要互啥安尼。但是你袂感觉坐车的时阵载遐济物件做烦的啊？
我就会当炸偌济就炸偌济啊。真正是早惊菜。但是我你讲，我长期拢会摕一项物件，摕啥？香菇。伊讲打迄哦，对，因为泡水，因为普渡毋是有迄菜碗有无？啊，菜碗毋是会放一碗香菇。阮兜无呢。啊，恁兜无吼？或者就是阮有迄菜碗，啊，迄菜碗迄大料啊，我拢会讲我要爱这。因为当来阵，你若想要煮汤、欠芳还是创，你知影？你知影香菇外口买足贵的无？真诶真诶，早囝菜登去摕就是免钱啦。迄种朋友也爱学起来哦，毋是登去做早囝菜咯，是登去就是摕香菇，毋是，是登去看老爸老母是怎摕香菇。你讲无？我嘛毋是讲早囝这是菜咯，迄后生菜嘛是会使的哦。吼，阮是鼓励。所有诶人吼，虽讲老爸老母诶，阮阿嬷安尼念啦，但是吼，伊嘛是做欢喜讲阮孙啊，即个孙啊，是讲即个囡仔会当转去。嘿啦，安尼才有理由通转去对啊，对无？对啊，就像咱拄则头前，就是迄批内底，毋是批内底，就是迄网友老话讲诶，伊即马就是因为疫情诶关系分开，但是思念诶心是袂改变诶。等待若过来较元好诶时阵吼，一定爱赶紧转去哦。是啊，一定要转去哦。啊，若无法度转去诶人吼，即马。就是即马手机囥，不是手机手机随摕起来，打电话互恁老爸老母，甲伊讲一声，无代志毋通出门，爱洗手哦。大家互相注意啦。对啊，互相注意，互相关心啦吼。好，咱过来听后一条。非常了不起，欢喜学台语。我是麻豆囡仔，我要挑战美美队长。我上喜欢过29暝，因为伫迄天诶时阵。阮规家伙仔会做伙食团圆饭，佮会使领到真侪红包，我拢会感觉足欢喜诶。哇！即个麻豆囡仔伊诶口音佮伊诶声有够好听呢。伊诶声有好听哦，感觉是参加比赛迄种诶。参加比赛，参加你拄仔是讲参加还是参加？参加比赛。伊嘛生得足古锥诶，而且看即个影片，咱就是伊家己摕手机啊翕诶呢。嘿啊！哦，这麻豆囡仔有前途哦。赞！小朋友后壁要来阮遮录音无？要甲邀请哟。对啊，敢有囡仔敢来遮甲阮安尼拍拉2-30分钟，趁收费，会叫咱别甲起笑无？袂啦，你看人啊好，你哦，也是你无好，我好，啥拢是我无好。你看，真正是互咱讲着有无？小朋友拢上介意就是过年啊、29暝啊。但是我会记你，但是因为阮兜是巷仔来，阮兜阮遐是一条巷仔，就是29暝的时阵，因为我以早就是爱做工课，所以我是29暝迄天才会转去。转去的时阵，规条巷仔拢是，就是拢柑仔色的。你知影啥呐？柑仔色。因为我转去的时阵，逐家拢伫烧金。为虾米？迄29暝毋是爱拜天公？哦，你转去较晚哦。对啊，我就是转去的时阵坐迄尾房车啊，就安尼坐安尼哭安尼哭转去。哦。对，转去的时阵，辛苦。转去的时阵就是规条巷仔拢伫烧金，规拢足热的哦，拢足热。寒就对啊。对，拢足热啊。你转去的时阵，逐个人咧看，像因兜查某囝转来，因兜查某囝哇，逐个咧甲伊欢迎呢。对啊，阮阿弟有 superstar 呢，乡亲啊，我转来，我手拢咧挂物件，我挂迄空的卡棒。哦，因为爱做菜啦。无啦，你在做菜，我是挂我的爱心转去啦。还是空的啥物爱心？内底有钱啊。哦，有钱都有够啊吧？有钱坐甲爱用迄无啦，迄个卡棒可能是要赶转去阮老母的啦。我爸妈妈真正感觉耳仔足痒的，就是啥啦，就是讲一个节目安尼，一直安尼，一直甲伊 Q。对啊，一时爱甲伊回息咧，无咧，逐摆拢是甲伊回息咧。迄落白白的妈妈啊，你嘛爱出来负责一下啊！是要负责啥？好啦，咱今仔日安尼。多谢这集真正是足趣味、足轻松，欢喜，用一个足轻松的骹步，轻松，是毋是一条歌？你莫个唱啊！轻松松的来播，听众朋友敢会拢无听过这个歌哈？因为这个歌足老的呢。我迄刚唱你18岁，无。别空，我伊甲你唱诶，无迄阮听老母唱诶啦，阮老母啊，阮阿嬷，我爸妈妈唱诶啦。我伊甲你唱诶《西牙齿》啊，佮有人西，随便讲迄菜头粿会晓唱嘛，佮有迄工咱迄像小天地是无，非得就是因拢会晓唱，但是我感觉想讲，
因为咱迄听众朋友啊，有迄18岁到22岁，我想讲，这个囡仔到底听咱讲话时，因的心内拢咧想啥物？嘿，18岁至22岁囡仔哈，你若听到阮即摆咧甲你叫吼，拜托诶，老话甲阮讲者，你听阮的节目的时阵是用啥物款的心情？为虾米感觉？是用啥物款的心情？好啦，安尼今日时间嘛，真正差不多啊。差不多啊。好，会当收尾啊。好，交你。好，那呢，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。感谢大家收听，后礼拜请继续收听。有啥物要批信，做回来听黑白边，黑白边，多谢大家努力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。你做啥？正经诶。好，那呢，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。感谢大家的收听，后礼拜请继续收听。有啥物要批信？后尾是啥？做回来听。什么？做回来听，黑白边，黑白边，毋是？哦，有啥物批信？敢有需要合做伙？无无好。对哦。伤久无念啊！你看两个个面，爱想者，爱想者。哦，过来一遍。